又再一次让你失望。关于情感，力不从心的无力感，账单明明才交完又寄来，好烦。挤在地铁车厢，有谁像我感到茫然？全世界的孤单，怎么跑到我这里来？像老鼠笼里转，好想逃出框框。不要人生只为糊一口饭，我还有我的倔强，再困难也会咬紧牙关。梦想被嘲笑过，坚持得到的人不平凡。承诺竟让人越来越害怕去讲，在 KTV 的包厢，有人疯狂，有人红了眼眶。全世界的孤单，怎么跑到我这里来？像老鼠笼里转，好想逃出框框。不要人生只为糊一口饭，我还有我的倔强，再困难也会咬紧牙关。梦想被嘲笑过，坚持得到的人不平凡。今晚能和你同享这星光的灿烂，地铁已经到站，我们的故事却还没说完。这边够高，声音会比较好一点。好，我们等一下把鼓设在这边。好啊。有。他干嘛？刚录完一首，休息一下。顺利吗？还算顺利，对啊，早上 setting 花比较多时间啊，就是 setting 完之后其实都还好，对。会后悔来录吗？不会，其实一开始是蛮期待的，但自从我们把东西整理出来之后，我就觉得有点后悔了。对，这个器材的量不是普通的多，对，因为我们就比照正常录音室的规格，就把整个录音室给扛过来了，对，然后一个人搬有点痛苦，但鼓的音量对这个环境来说太大，然后加上它是全木头的建筑，就是我鼓一打下去的时候，就可能是建材的卡榫吧，什么之类的，就哔哔哔哔哔哔哔，我就完全没办法用，所以
我们今天早上就把鼓的 setting 移到客厅去，但其实蛮意外的是，原本会觉得客厅有点太高，那个环境的声音会有点不好听。但反而我们今天把它移出去之后，反而声音是，我觉得是好听的。可能各种收音的环境没办法达到，就是一般我们在录音室里面的感觉，那干脆就不要原本录音室那一套的想法，对，就完全就呈现这边的特色，就可能狗叫、鸭子叫，然后鸟叫，反正就全部收进去。那就是一个乡下，然后如果把它去除掉，反正就跟在录音室里面其实就没有不一样，对。因为我跟古乐亚的吼，提乡下真的不太听音乐啦，所以讲实在的吼，罗文玉吼，我真是有提天松看过伊啦，啊，但是冇真是去弹过亚歌诶，啊，伊离开以后吼，就我都真的上网去搜寻了一下，我就觉得他的歌真的不一样，我感到比较多元立体，我真的觉得这个年轻人真的很难得啦。应该要多多的帮助他。我的房子是木地板嘛，而且是整个是架高的，所以第一次来会看的时候，那个录音师就一直在那边拍手，还想他在拍什么。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在测试那个震动啊，哈，这些我才知道说，哇，这么专业。那真正的他们开始进来的时候，我也在想说，哎呀，那是不是就带几个镜头就好了嘛？那录音还是在录音室就好了。还有这样子的话，真的大费周章，所有能看仪器啦、设备都要进来哦，真的我觉得很辛苦啊。不过真的再讲回来，真的就很佩服。这好像综艺节目哦。7点，应该蛮痛苦的吧？对音乐人，早上。不过美容其实这山林嘛，我们待会回到那个我长大的玩水，喜欢去玩水的地方。对，在黄蝶翠谷那边。对，我想去带大家去感受一下我们小时候成长的这个环境，去玩水啊，然后也可以去看看那一些风光这样。13年前就是听到那个杰克强森嘛，他们就是去录冲浪。冲浪回来之后，在海边就有一个这个录音室 Mango Tree 这样，所以乐手们就是可以冲完浪玩水，那种感觉就回来录音，那个状态是很棒的。对，太阳能的录音室，没想到我们今天也是可以达到杰克强森一样的视野，但是那种状态，比如人的状态，放松啊，接近土地自然那种，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首先你要先找到一间太阳能的民宿，愿意让你那边胡搞瞎搞。哦，要打水漂。不要怪他，他血糖低，我还好。我本来是丢很准的。到底有多丢脸？那个名的创意术士，爱上思念，为伊中心，本创造灵感宝贝。那个名的创意术士，天空的云发出爱心，冲出爱的绚丽。罗玉，有哦，刚好在练习。对，
练习一个还不是很熟的情歌。是情歌。你可以讲那是对情人的一种表达爱的歌。那个你也可以把它当做是，我故乡也个闽农也个土地，因为俺的闽农也嘛很些从弄对也个环境台嘛，土生土长，所以我在歌词里面有写到你像一首诗，然后我像一个创作，你赐给我很多创作的灵感。那假使讲米班爱鼓励闽农聊的时间，然后讲迄对闽农录卡，然后一些，比如讲爱韩式不是迄个。出街的地方啦，然后讲福高峰啦，我总会带给我一些创作的一些灵感，因为我觉得只要我们回美浓，就是心里面最放松的时候。我可以在我的故乡里面，让乐手真的就是体会这里的我小时候体会的生活状态，比如玩水啦、去摘水果啊，或吃妈妈做的菜等等的。他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回到自己的乐器世界里面，我觉得。散发出来那一种就是很不一样。你说它有灵魂也好，或者它更自在、更松，我希望就是这种感觉。都跑体喧闹的地花会散步，在凉风中跳舞，忽然落下了太阳，打乱了脚步，心跳在加速，面风风肯定伊，爱点点肯定伊，相爱讲。也个名的唱艺术是爱唱是因为伊忠心，本创作灵感包围。也个名的唱艺术是天空的云发出爱心，唱出爱的旋律。也个名的唱艺术是爱唱是因为伊忠心，本创作灵感包庇。也个名的唱艺术是天空的云发出爱心，唱出爱的旋律。也个名的唱艺术是。下面牙葱的哦。哦，好啊。豆腐干，还要买豆腐干。2个月还有2个月的抽样。这一包多少？大包200，小包100块。好，好。要本小油行。哎，可以，有。我妈妈，你在台北有看过为录音的样子吗？他每天都在家里啊。录音呢，工作一样。他有啊，他有时候在家里录啊。我是他第一个粉丝哎。这次的新歌你都
都听过了吗？他的歌几乎我在台北的话，每一首歌都是我第一次听的。他这几天就是那个什么南下列车啊，南下列车我听到很好听哦，不是每一首我都说不错哦，我听过我会跟他赞许一下，说很好听哦。他这几天不是又做一首哥哥留下来的吉他吗？然后那首歌真的很感动。我那天本来就失眠了，头一天就喝了咖啡，然后那天失眠的时候就想说，那来放他的歌来听，那是第一次听到。然后我那没有睡不着觉，那就来听歌吧，那就听他的那个。哥哥留下来的吉他，结果很累崩哎，没有筷子可以给我试吃看看啊。我问问你，泪崩，对，你想到什么？哥哥啊，他的哥哥啊，然后哥哥留下来的吉他啊。哎，找到了。那我在想，这个弦可能已经有点生锈了。检查一下，看有没有断弦什么的。哦。对，但那时候没有歌词，只有一种淡淡的想念、不舍，可是就有一种，好像也可以试着很勇敢去面对这样。哒哒哒，啊副歌，哒哒哒哩哒哒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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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酷的牌子，是美国队长，站立敬拜团罗文杰，这我哥自己写的字。所以他也就是意思说，刚强站立那种感觉，所以是勇敢，我觉得很有意义。好，那把是哥哥在离开以前留下来的最后一把吉他，因为他有好几把吉他，也许那把不是名贵的，的多么贵的吉他，可是那个意义跟我的梦想连接在一起，而且又是这首歌，然后讲的就是哥哥，然后录音的方式又回到美浓。对，如果没有用这把吉他，就一定会少了什么，一个情感，或者是就不够完整了。他每次我知道他会觉得有这个弟弟，就有点他会把那个以我为荣那种感觉放在心里面。比如听到谁跟他讲，他的弟弟写歌、唱歌、音乐怎么样怎么样，很喜欢，他都觉得这是我弟弟这样。因为在我拿金曲奖那一年吧，他特别从南部开车到台北，我给他2张票，就他跟他太太就坐在台下为我加油，对。然后他常开玩笑说我是客家一哥，然后他是客家一哥哥这样。也不是什么一不一哥啦，我觉得那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觉得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我们俩的兄弟的情谊，我会在哥哥生病的时候写歌鼓励他，那同时我也用这个歌要鼓励正在经历这些伤痛的朋友们，给他们一些力量。你流的风在我耳边呼啸而过，就算有痛，心还住着追梦的野兽。你的拥抱就像让我穿上超人的披风，等待起风。你在黑暗之中为我点亮灿烂的夜空。哦，我的梦谁也偷不走。有种你有可能会跟我一样想念某一个人，可能会哭会难过，对。但我相信这一些有时候流眼泪，眼泪会带来一些医治，眼泪会带来安慰。对，人没有每一天都那么坚强，对。有的时候接受自己的软弱，我觉得也是很勇敢的事情。雨过天空依然有彩虹。你流的风在我耳边呼啸而过。你帮我熄火好了。哎，有，吼吼，吉他回来了，写好了吗？对啊，拿你啊。好 ，OK。哇塞，太屌了！哎，右梁会有那个调音器吗？我妈妈，你在干嘛？啊？我想说，刚刚洗完碗，觉得好累，现在又天气凉凉的，想说来看一看花。煮饭会很压力大吗？也还好啦。自己吃的当然不会啦。你几点去买菜？ 7点多。然后去市场逛很久，不会，没时间逛。每天都你新的菜单。应该不太会重复吧。看他们这样睡眠时间太少，很心疼他们这样子。其实像前一阵子他在医院，哥哥在医院的时候，我每天都要去，白天是我去照顾了吧，晚上就回来。白天在他面前再怎么样也要表现出好像很坚强，其实他自己都很勇敢，他自己绝对他自己没有一丝丝的那个放弃的希望，他就一直觉得他有可以医，他不会这样过去的。没有想到这样子就没办法。可是我在照顾他的时候，看到他这么的痛苦，也是，这样走了也好了，解脱。
故事留下来的记忆，不水话嘅意思歌，爱强强来弹。故事留下来的记忆，不管去到伊呀，不堪是挂念。想用一首歌，一杯酒，一山一过一夜。人生一阵风，一阵雨，散漫不是假。你讲风雨总会天长，用一笔用一画来写出勇敢。想用一首歌，一杯酒，一山一过一夜。人生一阵风，一阵雨，散漫不是假。你讲风雨总会天长，用一笔用一画来写出勇敢。故事留下来的记忆，爱的梦中有你的呀。你在干嘛？很舒服，所以你一个人偷偷跑来这边。休息一下，就刚录完一堆现场的歌，对啊，所以毕竟来到那么美的地方，先品尝一下。刚才录这么多首歌，你最喜欢哪一首？我觉得这一次 Win， 因为 Win 他寄新歌的 demo 给我的时候，我在听，我听到哥哥留下来的吉他，其实是旋律先让我觉得很好听，然后另外就是因为这首歌我知道背后的故事 ，Win 有跟我们分享说，他哥哥本来就有跟他一样的梦想，想要当歌手，可是他哥哥就没有跟 Win 一样的机会，所以其实我自己我有2个小孩。可是我们生3个，然后第一个没有留下来，他先走。我跟我哥哥我们的乐团，我们也是写了一首歌给我的第一个小孩，为了纪念他。然后我每次听又会很感动。可能你要纪念一个人，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那我们的方式就是音乐，然后音乐也是用，就是把那个说不出来心里面的话就表达出来。你知道我们今天下午录音还有一首歌是《南下列车》。对，《南下列车》其实讲的一个故事，就是在台湾是一个很小的岛，可是在这个小岛里面，还是很多人会在这边移动。我听这首歌，一样可能虽然听不懂歌词，对，但还是会觉得还蛮有趣的一首歌。对，因为那种你去一个比较偏远离家很远的地方去工作，去努力，那当你要回家的时候，要去看家人，要去跟他们分享你在外面做的事情，你的一些成功跟失败，其实那个心情其实会很期待，
对，会很期待，就是可以看到他们，然后就再一次分享，在外面你这个新的生活的一些经验给他们。思念故乡的爱人，想要陪踮伫身边。吹面风，冲披到故乡的乡，三更半夜睡茫茫，上门伊孤独好梦，冬日光照心房。水笔下添笑容，发光一般木质跌落两三空，漂流在思念的河。南下列车带爱传奇，关心每个你。一看行李线慢慢讲不出的心情，虽然寒梦变到出人头天，咱的归宿真当时。南下列车飞在空中，像一粒流星。飞过都市，飞过山看，飞过月光暝，用台语甲客语唱出心情，陪伴在你身边。小马是我去那片呢？来啊！嗯。哪一个用？哦，像来讲合法的，谈的事情就面容。是啦，那迄时合法的讲很多章啊。哦，係啊，有樣啊，你應該韓式嘅，喺對面龍啊，係兩度啊。哦，韓式都睇到喺對面龍啊。有最多會讀書。哦，去那邊讀。高雄啊，桃園啊，台北攏。哦，有離開故鄉安尼經驗啦，吼。這一段時間。哦，然後就。各種邊樣嘢都出去啊。哦，然就喺對面龍安尼啦，古亭。西施這嘢都不對面。哦，安尼，然後做啥可以去來？也做啥來高雄，來請客哇。嗯。聚餐。哦。安尼將近安尼。聚餐時，通常我飲酒嘛，飲酒，茶都做工廠嚟安尼，好方便。哦，剛剛種對面龍睇哦了解，哎呀，頭擺很好長時間，出去嘅心情跟對台北也南部過來看下個面龍有冇同樣，按多樣來。唔將係咯，其實個人做嚟到遐茶條做茶吼，你咧年紀、你咧時期攏有無種種嘅心情啊。你將係各種水都要拖各種嘅時間。安尼最後都講啊，最後一些時間都禮拜六嘅動主頭吼，安尼都會去關顧嗰種火茶頭，做一種12點4分嘅茶吼，都係幾面咯。啊，一個茶吼。會經過人哋氣味嗰種，當中有嗰種人同學，嗰時人都找人哋嗰種嘅支付嚇，我會同人嗰度同學提茶上見面嘅時間啦，佢挑哦，他都會挑，就係嗰度好講啦。但係咧，去台北去桃園讀書嘅時間啦嚇，做火茶而且都做到高雄，樣對嗰個火茶頭在專茶專農業，其實條路都十分之遙遠啦。係啊，我後擺。離開路卡隻橋吼，我免路卡會上哦吼。會上，雖然講條路佢長吼，但是
迄种思念不用的心情哦，特别的温暖啊。普通人民拢是个啦哦，那通常都会做一件坏事情。哪个事情？来是一碗面老板。唔讲嗰度去台北大边的卖票的人哦，心情会强样。一杯茶甜小浓，发光一般木质跌落两三行，漂流在思念的河。南下列車帶愛傳奇，關心每個你。一跨行李塞滿滿講不出的心情，雖然很忙，變多出人挑剔，眼淚歸手真懂事。南下列車飛在空中，收一粒流星，飛過都市，飛過山看，飛過月光暝，用台語甲客語唱出心情，要轉來你身邊，用台語甲客語唱出心情。要轉來你身邊，陪伴在你身邊。哇，好久不见！我看来认不出你，真的哦，你是隔壁班的校花嘛，班花好了，哎，肖于清，对，本名嘛，哎，我都在网络上看你的照片，很厉害。真的吗？对啊，还好啦。奇怪，我们也上次见面是要15年哦，超过。对啊，哇，谢谢你来嘞。不会啦。哇，那其他人怎么还没来？哎，我不知道哎。啊，你手上拿这个是？就是我们以前龙渡国小。哦天哪！我这个都几乎，前几年搬家还有看到，现在都不见了。对啊，我们这老师好像都已经不在了，对不对？老师不晓得。对啊，是我们6年校班啊，肖老师。对，肖老师。我当时就排在第一个位置哎，因为个子比较小啊。我也是。哦，有可能。啊，对，你在哪里啊？我在后面。这个哦，跟现在差很多。哦，对啊，哎，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其实你算是我音乐成长的这个历程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同学。真的哦。因为我们以前没有电脑嘛，对，我们都会有听收音机，你都会录下那个。对，我都会用那个空白录音带，然后就广播在播新歌的时候，我就把它录起来，对，一个个字抄。把歌词一个一个字抄好，那给我看，哎，新歌。唱歌都超好听的。哦，真的，你看，就是有一位忠实粉丝同学，才会觉得我好像真的可以。哎，阿小马来哦。哦，安久无看到诶。安久无看到诶。听讲，研究来恭天爷生日嘞，你还咧做阿妈？对啊，来做阿妈。我的儿子就是你当阿妈的时候这样，我们这也差太多了吧？对啊，真是吓到我了。吓到。贵妇命就是他。没有，好羡慕。你看，没有白头发表示没有劳碌啦，没有烦恼啦。你看这位。营养好，伙食又好，你都不知道。哦，真的。对啊。你怎么样？很久没回来学校了吧？真的很久没有回来。你小时候最深的记忆是什么？我们小时候。小时候。小学的记忆。我就不爱念书啊。对。很爱玩啊。然后每学期期待那个老师说要不要演足了。哦。也是一样上那个查理山嘛。对啊，就在附近的那个地方演足啊。嗯。演足有没有？爸爸妈妈就会给零用钱，然后就可以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就去演足，对，吃得很开心，对呀。你看看为
为什么现在长大以后聊到这个就很怀念？快乐的童年，不要每天都啊。又要怎么样？又要考试烦恼，补习什么的，要补习那很累。俺个时用门是都在那保养呀，跳毛咯，乌黑亮丽的哦。遗传啊。对啊，遗传。哇塞！这个走进来就是那种在走台步的感觉。黄真芳、罗玉娟啊，你会发现我小时候就知道女人缘很好，没有半个男同学愿意来。同久无看到的啊。蛮久无看到。我记得我们两度路卡团路卡夹过去。很近。你们还记不记得？记得。我们都要去帮那个小朋友啊，幼稚园都要去帮他们抬饭。好像有。还要折被子。嘿呀。后来，后来我们那个。还要去帮他们处理那些尿床，真的。对，我就觉得我们的学校就像一个很大的家庭。就迄安尼啦。按讲家庭，按嘛，你看，我哋讲，爸爸妈妈去下推拢都也好教吼。按你你来干咩？弟弟啊，学长啊。哎呀，玉娟喏，还是。还这样哎。对，人家研究古来哦，好教有影响嘛，无相同嘛，也不面对嘛个事情。都跟如果跟什么聊天辅导啊，跳绳的啦，跳绳的，下课拢教的，就教也得啦。哎呀，睇书就影响个成就一次拢是爱，歌词的改好，刚刚没唱呀，好教也点做了改好。哎呀，本俺们小有古来，啊，看得到也会同时很吹。就除了对睇书好，唔可能吹那种。茶当上嘅风，去聊啊，就我哋寒些童年往事。但係拉冇鼓勵聊一下可以。我面呢，我也好教一幫人嘅呢。對啊。跟從阿公阿媽、爸爸媽媽都咁樣嚟，嗬。研磨菜好教行菜，哎呀個書啊行菜。係啊。地上邊行菜麼？係啊，茶當山嘅風，吹響愛嘅童年夢。免去頭擺添有順，大家有人共學童。茶當山嘅風，吹響學校嘅老師中，草叢趁英雄，大樹下講小課。親愛嘅朋友，俺都人過都好麼？跳擺欣賞高嘅遺憾記得麼？一種態度強剛一頭，人生又苦又快樂。親愛嘅朋友，俺都人過都好麼？跳擺欣賞高嘅遺憾記得麼？有閒歸來坐了看看，享受茶當山嘅風。老师，你到龙渡国小20幾年了。民國84年，跳過來龍渡，到今年都84年，100就25年了。你很愛龍渡嗎？各種人講龍渡，那個泥土是會黏人的。啊，我都講因為人從細都睇一種山料下啲面農態嘛，所以佢到一種環境係很熟悉。啊，尤其後邊有一粒山，啊，那我們就喜歡靠山嘛，所以來到一邊就感覺很舒服、很舒適，很合乎自己的理想的所在，所以都一直大家都要哈。所以老師，你寫茶頂山的風，那你在裡面寫到風箏是真的心情？我那時候寫的時候，我想到我小時候，我們小時候每春天的時候，真的村莊的小孩都會自己做風箏到田裡面去飛這樣子。那龍渡國小給我們的養分，促使有一陣風把我們吹到很遠的地方去，希望我們展翅高飛啊。但是最後，它還是會跟土地有一個斷不了的情感在。像我前年參加，因為他們都邀請學校嘛，我會看到那些已經校友都70幾歲，好，然後他們
70几岁，还有一个老师还健在。哦，所以有看到他们那个校友们哦，坐在那边等老师的情形，然后那个老师一下车哦，他们就蜂拥上去，去问候老师，欢迎老师。我觉得哇，好难得哦，70几岁的你的老师还在，还可以跟你们一起来开同学会，就是风筝回来是感觉，收回来了，天上有千万只的龙都飞出去的风筝，但是他们都跟学校、跟家乡都有一个连接。那这个连接可能是因为他曾经在童年的时候在这边留下很难忘的回忆，或是老师给他有什么样的启示，或是这边的环境带给他这种难以忘怀的情感。茶当山嘅風，吹響我嘅童年夢，問起頭擺添有信。大家有人窮學堂，茶當山嘅風，吹上學校嘅老師中，草叢趁英雄大樹下講小課。丹真。哇，这小朋友好可爱哦。对，我在看他们每个写的愿望，真的很可爱，然后就很平淡，但是他们就，因为我要今年可以什么功课可以考好一点，然后他今天跟同学相处得很愉快，对，然后他讲，我就觉得如果我要毕业的时候，我写什么愿望这样。上次回来分享音乐嘛，整个让我很感动的是，全校的学生都会讲客家话，然后也都会唱，然后呢，我觉得那不如就把他们挑几个学生在我的录音室里面，就太阳能都要下来录音嘛，跟这边的同学做一个连结，我觉得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事。那依照我们真的他们来录音完，而且录音跟他们聊天，没想到真的我就觉得，我就是一个做幕后音乐比较多的人，近几年才有机会投入在客家音乐。他没想到你问他们每个人的一些，今天最印象最深刻的是，原来就是能够跟我一起唱歌。然后他们也希望能够有一天跟我一样，是一个用音乐延续生命的感觉。因为我们也没有活到100岁，那未来的100年之后，这个学校可能还在，但可能我们人已经不在了。所以我觉得利用这首歌，在今年此时此刻留下它，在以后我会觉得，成长小朋友长大的时候，我们民国几年我们曾经到哪里录过音，我跟罗文玉有一起合作，然后录下这首歌，我觉得变成他们一生当中可以去回味的一件事情。这样，我觉得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是，我觉得可以唱歌给在地的居民。那真的很不一样。我觉得昨天在草地音乐会特别感动，因为以往我们都是去。观众在台下，所有东西都设定好了，歌手上台，然后台下给我们掌声欢呼。可是昨天我们反过来，我们呢就真的想要服务或是唱歌给那在地的居民，可能都平均年龄至少是80岁以上，然后有一些拄着拐杖，然后有些可能坐都坐不太久，然后脚很酸，但他们从头到尾在那么就是烈日当空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他们也从头听到尾，我觉得那个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年纪最大的91岁，对，然后后来在整个过程里面，我唱歌，他们好像
若有所思，然后也知道我在唱什么。然后虽然我们年纪差这么多，可是歌的情感元素一放出来的时候，人是能够进到这当中有共鸣的。大家一起唱 ，Come on！ 亲爱的朋友，俺多年过都好么？头摆时尚高嘅遗憾记得么？一种态度强刚一头，一生又苦又快乐。亲爱的朋友，俺多年过都好么？头摆时尚高嘅遗憾记得么？有限归来错了困困，向树插上山嘅风。后堂嘛，哦。哎呦 ，Win 哥，厕所的声音不错哎，有一种厕所的声音。你是怎么发现这你是在大便对？没有啊，刚刚不是讨论要在厕所录吗？哎呦，你是不是？哇，这个低音很有哎。对啊。好 OK 啊，好，我大便一下。对，不好意思，请你出去哈。脚踏 T 恤老灯符，嘻嘻发挥散步，在凉风中跳舞，敷衍落下了太意，打乱了脚步。哦，心跳在加速，面缝缝肯定伊。爱点点肯定伊，相爱讲，也个名的唱艺术是爱唱是因为伊钟情，本创作灵感包围，也个名的唱艺术是天空的云发出爱心，充实爱的